嗨，大家好，我来读一篇故事，给大家听看卖。册名叫做《台湾囡仔故》，其中的一篇故事叫做《好姑婆仔》，伊用的拼音系统叫做图鲁帕。安尼我就先来读。古早，内山有一间厝，住一只养母，甲两只羊仔囝。有一日，养母穿水水要出门，交代伊的囝讲：阿母要来去姑婆兜，明仔下晡才会转来。恁两人乖乖顾厝，下昏暗时门就关好好。若有人叫门，恁千万毋通甲伊开，有听见无？羊仔囝讲：阿母免挂心，阮知影啦。知影就好。养母讲了，手汗声拿，起骹做伊去。羊仔囝搁佚佗一困仔，看天要暗啊，就赶紧洗手面，关门，早早去困。迄暝月娘真光，厝外点姊姊，无声无碎。两只羊仔囝第一摆拄着阿母无伫厝，心肝稀微，煞困袂去。到甲月娘照着面床，听到有人拍门的声，开门哦！羊仔囝惊一条，到底是啥人在叫门？敢会是阿母透暝赶回来，心内嚣疑，就问讲：啥物人？是我啦，姑婆啦，毋是阿母，是姑婆来啊！羊仔大哥较刁直，听讲是姑婆，赶紧要去开门。羊仔小弟较精，紧甲伊挡讲：慢请阿母交代，讲若有人叫门，千万毋通甲开。你敢袂记了哦？搁再讲啊，母是要去姑婆兜，姑婆才会颠倒来咱兜，无得看，伊是好姑婆仔嘞。羊仔大哥才讲有影，无趁即马外面月娘光光，咱对窗仔甲伊闪看卖，看伊是毋是姑婆。两人爬起哩窗仔，为窗仔旁看出去外口。哎哟，真正是好姑婆啊，惊死人！轰轰轰！羊仔囝乖，紧甲姑婆开门。羊仔囝讲：袂使开，袂使开！你毋是阮杨姑婆啊，你是好姑婆啊！南山讲，好姑婆讲。恁太知影，我毋是姑婆。羊仔囝讲：阮姑婆有角，你无角。好姑婆听了，才想讲：有影，我煞无想到，我着赶紧来去小装一下啊，才过来。过真久，好姑婆满一领羊皮过来啊，砰砰砰！开门哦！啥物人？妹，我是姑婆啦。好姑婆结羊仔声，安尼讲。羊仔囝听到羊仔声，感觉嚣疑。敢真正是姑婆？姑婆才会透暝来咱兜？奇怪。羊仔大哥讲：毋管是啥物人。咱爬起哩窗仔，看卖咧就知啦。羊仔大哥赶紧爬起哩窗仔，对窗仔旁看出去外面。羊仔小弟一手讲：小弟，你来看，是姑婆无毋对啦。羊仔小弟爬起哩窗仔，看一只大只羊仔在叫门。
咩，紧开门哦！乖孙啊，紧甲姑婆开门。来啊啦！羊仔大哥听见姑婆安尼在家己吹，三骹步做两骹步，就走去开门。乖，甲恁阿母无伫咧是无？阿母讲要去姑婆恁兜呢。姑婆，你太会过来阮兜？啊？好姑婆介意我讲，敢会安尼？我都有甲恁阿母讲要来恁遮过哦。敢是去恁大姑婆因兜啦？无要紧，我在遮等伊。阿母有讲当时要转来无？有啦，伊讲明仔下晡要倒来。大哥讲，安尼好，姑婆下昏暗，行远路也真忝啊，真爱困。啥物人要和姑婆困共床？我。大哥大声讲，因我大哥和姑婆较熟悉。无下昏暗，你和姑婆困做伙喏。因我大哥听着，欢欢喜喜去甲姑婆厝被，准备要和姑婆困共床。因我小弟看到姑婆生做遐大丛，愈看愈无相应姑婆，心内惊疑，毋敢讲。想要找机会招阿兄逃走，可怜这只羊仔大哥伤刁直，一直甜好姑婆在塞奶，实在真无法度。羊仔大哥一个倒落去眠床，困甲咕咕叫。羊仔小弟困袂去，目睭加刻刻，其实拢伫咧注意听有啥物动静。到甲半暝的时阵，忽然听见哭哭叫，毋知姑婆在食啥物，伊就大声问讲：“姑婆，你是在食啥物？”姑婆讲：“食鸡骨啦啦。”羊仔小弟讲：“我嘛要食。”小等一下，为什么一只羊仔会想要食鸡骨啦？歹势，我继续讲吼。姑婆点一支骨仔，互羊仔小弟。羊仔小弟摕来一个摸，哎哟，为羊仔骹底，这敢毋是大兄的骹呢？伊真实是好姑婆，无毋对啦。心肝愈想愈惊，又讲毋敢出声，心内在想讲。爱看妹想嫁偷走，若无就害啊！到家天要光，月娘拄落山，窗仔门暗迷蒙。因我小弟受到一个计治，就对好姑婆讲：“姑婆，我想要放尿。”好姑婆讲：“小禁一下，天要光啊！即马天光前特别暗。”惊外口有野狼出来讨食，若拄着，你就走袂离。因我小弟知影好姑婆讲这的话是假好心，伊就讲：免啦，有姑婆伫咧，我毋惊。我来去找一条锁仔，一头绑带姑婆的骹，一头绑带我的手。若是有野狼要来甲我咬，我就大力踹锁仔，姑婆你就赶紧来甲我救。好姑婆想讲，安尼有通，就讲好，你真巧，赶紧去，赶紧转来。因我小弟就去找一条锁仔来，一头绑带好姑婆的骹，一头绑带家己的手。毋过偷偷啊，将好姑婆迄头拍死角，家己即头拍外角。
搁去灶骹找一个茶果，茶水滴甜甜，就行对屎盒仔去。杨仔小弟将家己指头的活角偷开，把大屎盒仔挑，拔甲死死死，搁将茶果吊大屎盒仔牛，吊互徛徛，让茶果水滴落去屎盒仔，通通通，敢若放尿声共款。杨仔小弟一切拢安排好，就赶紧起骹逃走。要偌久，茶果水甜了了啊！天已经拍曝光，全世界拢伫咧啼。虎姑婆想讲，奇怪，杨仔小弟是安怎搭去遐久，也袂倒转来？是毋是跋落去屎盒仔底，也是沿路放屎，就安尼困去？我着来去甲伊看卖咧。虎姑婆行去屎盒仔，看到屎盒仔内空空，杨仔顶吊一个茶果，也是互杨仔囝骗去，真受气，讲你这只死羊啊！好，我若无甲你掠来食吧，不甘愿。天渐渐光来，虎姑婆看到山顶有一只羊仔影，起骹就走去要甲伊虐。但是伊毋知影卡去互杨仔小弟把大屎盒仔挑，走几步啊，到溪沟仔边，就去互锁仔挽一个跋倒去，就安尼摔落去溪沟仔底，死翘翘。故事讲煞，拜拜。